楼底中的我那要是个阶段多些噻。如何来到？是的，那你这个做，谁会做？就是做这个，这个。3年我就是这个做那个回去干，他这样做。来过，干活开多，给我这些说，我回来点。我过来做，给他训练过来。因为我妈训练9点半节。啊，这个阿姨，妈的叫，西他们那个是那叫，但是他们在毛起来这么大，这叫你没送进去，没送你来这嘛的，这看不得这。